我是许薇老师，请跟我来学客家话哦。星期一怎么说呢？拜 it。星期二拜你，星期三拜三，星期四拜西，星期五拜星期六拜六，最后星期天呢？礼拜日。对了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，下星期一是几月几号呢？怎么问呢？哈礼拜一，哈就是下的意思，哈礼拜一，那就是下星期一喽。黑就是是不是黑？马给日，马给日，马给这是什么？马给日，日就是月。马给日就是日，是几号呢？会了吗？哦，我来看看。好，今天是7月8号，那下星期一是7月12号喽。今本日就是今天，今本日係7月初8，下禮拜一係7月12，教會了嗎？我們今天請到郭子乾郭濤來為我們示範演出，請聽來。拜日、拜二、拜三、拜四、拜五、拜六。禮拜日呢？東好笑啊！下禮拜一係乜嘅日？乜嘅日？唔係看啊，點盤意係啊，7月出發，下禮拜一係7月12啊！安子 say 再見。